睇完呢本書之後呢，我睇到嘅就唔止係作者 Jennette McCurdy 如何擺脫佢母親嘅操控，而係佢學會咗去面對佢嘅情緒，建立邊界，仲有當中一點點嘅黑色幽默。而書嘅後半段呢，佢記錄咗佢母親過世之後嘅情感過山車，參與咗心理治療啦，最後以寫作去到療愈自己，揾到一啲真正屬於自己嘅聲音。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書適圈外見廣東話讀書筆記，我係 Valerie。今日想分享嘅呢本書，呢個書名夠晒衝擊啊！佢叫做《我很高興我媽死了》，但係絕對唔係你想象中嗰種係咪一本講謀殺案嘅書呢？呢個人係咪好不孝呢？而係呢一本關於勇敢、關於療愈，仲有關於嗰啲奇怪到令人哭笑不得嘅一啲家庭控制故事。好有可能發生喺你身邊，甚至喺你身上，但係你仍然蒙在鼓裏。想聽更加多今集嘅新言分享呢，歡迎加入閱讀路上讀書會。作者最後點樣去走出佢嘅創傷，以及我自己個人嘅類似嘅經歷，同埋如果你都遇上呢啲問題嘅話，你可以點樣做？我都會喺讀書會裏邊再分享更加多嘅。作者佢個名咧叫做 Jennette McCurdy， 係一位生於1992年嘅美國作家、導演。童星出身嘅佢咧參演過美國嘅一個兒童頻道 Nickelodeon 嘅熱門青春劇 iCarly， 同埋佢嘅衍生劇 Sam and Cat， 以及咧 Netflix 嘅2015年嘅劇集 Between。 佢喺2017年退出咗演藝事業，開始追求寫作、導演嘅創作生涯。而呢一本書呢 I'm Glad My Mom Died 係佢2024年出版嘅一本勵志作品。上市當日呢，即刻全部售罄啦。截至2025年嘅7月呢，全球銷量突破300萬本。整體外界對呢本書呢係極少嘅負評，係一本令人心碎、纏繞住愛與暴力嘅成長故事。而由佢親自去執導，由 Jennifer Aniston 去演繹當中媽媽呢個角色嘅同名電視劇呢，亦都如火如荼咁樣拍攝中。有冇聽過心理操控呢樣嘢呢？或者情緒勒索呢樣嘢呢？心理操控呢係一種隱性嘅控制行為，目的在於影響其他人嘅想法、情感或者決策，讓對方喺不知不覺中呢失去咗自主性。常見嘅方式包括呢罪惡感操控，我為你犧牲咗咁多，你點可以拒絕我啊？另外仲有恐懼控制，如果你唔聽我講嘅話，你一定會後悔。或者過度嘅干涉，扮作好似關心緊你，但係實際係剝奪緊對方嘅選擇權。心理操控往往係披住我為你好嘅呢啲糖衣包裝，但係最後呢，令人感到壓迫同埋會失去自我。其中一種好常見嘅心理操控呢，叫做情緒勒索。情緒勒索呢係一種心理操控嘅手段嚟嘅，操控者會透過恐懼 fear、義務 obligation，或者罪惡感 guilt， 簡稱 FOG， 去迫使他人去做出自己想要嘅行為。常見嘅表現例如果你唔咁樣做嘅話呢，我就唔愛你啦。第二，如果你咁樣做嘅話，會令到我失望，甚至會令到我生病。情緒勒索嘅特徵呢係會令人感到害怕、不安，甚至有內疚嘅感覺，進而犧牲自己嘅需求去到取悅他人。呢啲心理操控呢，其實可以發生喺朋友、情侶，甚至家人之間。冇錯，包括最愛你嘅家人之間。而今次呢一本書嘅前半部分呢，好似記載住作者同母親嘅相處點滴，但其實每一章每一節都係家人心理操控嘅例子。佢通常呢都唔係有直接嘅惡意嘅，成日口掛住我為你好，但係會令到你覺得唔聽話就係不孝咁樣。書
入邊咧記載咗好多呢個媽媽 Deborah 嘅心理操控行為。故事嘅開端由作者點樣成為女演員開始講起。佢出身於一個貧窮嘅8人家庭，有父母，有3個哥哥，仲有外公外婆。作者同佢媽媽咧關係好好嘅，佢覺得咧媽媽係一個好美麗嘅人嚟嘅，而媽媽亦都好錫佢嘅。媽媽同佢講，佢話我要讓你過上我從未過過嘅生活。你知唔知道我有幾想成為一個女演員啊？我唔似我父母，我要你擁有最好嘅，我要俾你我應該擁有嘅生活，我父母唔俾我有嘅生活。聽唔聽得出啊？呢個就係情緒勒索嘅第一個階段要求，或者可以再舉多幾個書中嘅例子啦。Deborah 咧會利用假期嘅時間咧，要求屋企去重溫當年佢患癌之後所影嘅家庭影片啊。佢需要每一個家庭成員咧都要嚴肅以待，佢需要每一個人都要有罪惡感，佢需要我哋冇佢就等於一無是處。第二個例子咧係佢唔俾佢個女咧去聽 Gwen Stefani 同埋 Avril Lavigne 嘅歌，因為佢覺得佢個女聽咗之後咧，佢就會想做壞事啦。第三個例子 Deborah 一直好清楚咁樣去話俾佢個女聽，佢話你同男仔喺埋一齊係浪費時間，只會令我失望嘅啫，而你應該要好好專心發展事業。情緒勒索嘅第二個階段呢係抗拒，書入面都有一啲例子嘅。呢個媽媽一直都有幫佢自己個女沖涼嘅，直至到個女16歲都仲繼續咁樣做。呢樣嘢真係令我覺得超級荒謬，因為呢個媽媽覺得作者呢唔識得幫自己去到用洗頭水、護髮素，所以作為專業美髮師嘅媽媽呢會幫作者沖涼，而由佢嚟做呢，佢覺得係非常之合理嘅。但係呢個媽媽冇意識呢，咁樣做係會令到佢好唔舒服嘅，更加有時候會幫佢同佢哥哥一齊沖涼添，因為媽媽話佢太多嘢做啦。有一次Scott 即係佢其中一個哥哥啦，問佢可唔可以我自己沖返啊咁樣，媽媽當場咧喊起上嚟，因為佢話佢唔想佢長大。從此咧 Scott 咧亦都冇再提起過呢個要求。情緒勒索嘅第三階段係施壓，有2個喺書入邊嘅例子可以提及嘅。第一個例子係媽媽話：你睇下，我為咗你克服咗我自己嘅恐懼。媽媽係一個好害怕喺高速公路揸車嘅人嚟嘅，但係佢為咗個女要成為演員，要帶佢去試鏡，所以佢堅持咧會揸車帶佢個女去開始佢第一日嘅演員工作。第二個例子係作者有朋友約好咗去朋友嗰邊過夜，咁但係媽媽就講一句，佢話我冇咗你我一個人點算啊？不停咁樣去喊住問呢，佢話我真係好掛住你嘅，因為我太愛你啦咁樣。常見嘅心理操控方式包括3種，第一就係情緒勒索，頭先講咗好多啦，例如你唔咁樣做嘅話，我會好傷心嘅。第二係罪惡感操控，你知唔知道我為咗你犧牲幾多？第三就係恐懼式教育，如果你唔聽我講嘅話，你一定會失敗。書入邊同我嘅經歷都話俾我聽，呢啲行為呢係會令到孩子難以建立自我價值，甚至喺長大之後呢依然害怕做決定。但只要意識到呢啲係操控而唔係愛呢，就可以慢慢建立健康嘅邊界。如果你想聽更深入嘅版本嘅話呢，我會喺我嘅讀書會入邊傾到其餘3個嘅情緒勒索階段啦，包括威脅、順從同埋重複。作者喺治療嘅過程當中經歷過嘅事啦，同埋我點樣去擺脫心理操控，去重新定義同家人嘅關係。最後仲有更加多令人哭笑不得嘅控制場面，保證真實到你會懷疑係咪發生緊喺你嘅屋企上面。想支持我嘅創作，想聽完整30分鐘嘅內容呢，而家你可以加入我哋嘅讀書會啦，又或者去訂閱，連結喺下面嘅啫，就係等緊你嚟一齊探索更加多唔怕得罪人嘅真心說話。